第二主日崇拜準備開始，請大家預備心靈崇拜。唱詩普天頌讚190首，會眾請起立。情福山。
宣召記載喺詩篇4章第1至8節，我讀啟，會眾請讀譯。顯我為義的神啊，我呼籲的時候，求你應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寬廣，現在求你憐恤我，聽我的禱告。你們這上流人啊，你們將我的尊榮變為羞辱，要到幾時呢？你們喜愛虛妄，尋找虛假，要到幾時呢？你們要知道，耶和華已經分別虔誠人歸他自己。我求告耶和華，他必聽我。你們應當畏懼，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時候，要心裏思想，並要肅靜。當獻上公義的祭，又當倚靠耶和華。有許多人說，這人指示我們什麼好處？耶和華啊，求你讓你憐愛，光照我們。你使我心裏快樂，勝過那豐收五穀、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覺，因為有你耶和華使我安然居住。親愛嘅天父，感謝你讓主耶穌從死裏復活，帶來永生的確據。主耶穌，你以復活升為至高，我們歡欣慶賀。你戰勝死亡嘅權柄，感謝你為我哋嘅罪受死，又以復活的大能使我哋稱義，戰勝舊我，使我哋嘅生命得以更新，讓復活的活水澆灌我們。求你用聖靈洗淨我們一切的過犯，願你復活的大能在我們嘅生活中顯現，讓我們在軟弱中得剛強，在絕望中看見希望，使我哋確信，不僅你活着，我們也必因你而活着。主啊，喺呢個充滿不安、衝突同埋戰火嘅現今世界，求你降下平安，止息仇恨與殺戮，亦求你眷顧被戰火波及嘅人民，尤其係兒童及弱者。求你醫治佢哋，使佢哋嘅心靈得安慰，並求你賜愛心俾國家領導人，使佢哋以和平為重，盡快制定停火協議，令到喺戰爭中流離失所嘅人民得以重返家園，與親人團聚。主啊，亦為到喺加拿大日漸嚴重嘅治安問題祈禱，求你給予領導人智慧去重振經濟，減少罪案，建立和平安全嘅社區，使百姓安居樂業。紀念到心靈軟弱及患病嘅弟兄姊妹，求主醫治及安慰，求佢哋得到由你而來嘅力量，而得以早日康復。紀念到外遊探親嘅弟兄姊妹，求主保守佢哋有平安嘅腳蹤及喜樂嘅心情。最後，求主保守
崇拜嘅程序，以聖靈充滿眾人嘅心，使會眾當聽見你要我哋聽見嘅説話。以上不完全嘅禱告係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而求。阿們。下邊係詩班獻詩，詩歌嘅題目係復活鐘聲。
記載喺約翰福音11章17到27節，會眾請我聽我讀出。耶穌到了，知道拉撒路在墳墓裏已經4天了。伯大尼離耶路撒冷不遠，約有6里路。有好些猶太人來看馬大和瑪利亞，要為他們的弟弟的緣故安慰他們。馬大聽見耶穌來了，就出去迎接他。瑪利亞卻仍然坐在家裏。馬大對耶穌說：主啊，你若早在這裏，我弟弟就不會死了。我也知道，即使現在，你無論向上帝求什麼，上帝也必賜給你。耶穌對他說：你弟弟會復活的。馬大對他說：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候，他會復活。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嗎？馬大對他說：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兒子，就是那要臨到世界的。聖經一段讀出。我哋好高興，曹王超佬姊妹喺我哋當中宣道。宣道嘅題旨係你信這話嗎？宣道之先，請會眾一齊唱詩，普天頌讚388首。會眾請起立。深信不疑。昔日主嘅門徒，如果唔係親身經歷咗耶穌基督復活之後對佢哋嘅幾次顯現，佢哋都唔會熱血沸騰，以傳福音為己任，以致以身殉格。
不過，假如我哋仍然係信心不足嘅，就似乎可以理解嘅噃。係因為咧，信心係要需要鍛鍊嘅，信心係要需要咧係考驗嘅。尤其是我哋喺困難嘅時候，我哋嗰個嘅信心咧，就係遇到咧係好多嘅試煉㗎啦。當日咧耶穌收到一個嘅消息，就係話咧係拉撒路病咗，所以咧係知道，而且咧拉撒路同一家人咧同耶穌基督個交情係非常深厚嘅。佢哋一家住喺邊度咧？住喺伯大尼。馬大咧係嗰位樣樣嘢做到好熨貼，又好喜歡招呼人嘅女子。瑪利亞咧就係曾經用名貴嘅香膏膏抹耶穌，又用頭髮同耶穌抹乾嘅嗰位女子。拉撒路就係佢哋嘅細路。當拉撒路病咗嘅時候，佢哋咧兩姊妹咧就好心急，咁樣咧就係要派人去話俾耶穌聽，希望耶穌去醫治佢。我哋都知道啦佢哋嘅交情係咁深厚，連聖經都有記載嘅喎。聖經咧喺呢個咧約翰福音第11章5節咧嗰度咁話嘅。耶穌素來愛馬大和他妹子並拉撒路。咁佢哋嘅交情係咁深厚啦。當耶穌咧係見到嗰兩個嚟報信嘅人，即係話俾佢聽，主你嗰個拉撒路病咗啦，你所愛嘅人病咗啦。按常理個交情咁深厚，係唔係一聽到消息就第一時間去醫治佢咧？但係咧，好奇怪嘅，耶穌聽見呢個消息之後咧，只係話呢個咧係這病不至於死，而係咧為上帝嘅榮耀，要為使上帝嘅兒子藉此得榮耀。而且咧喺佢治病嘅時候咧，曾經係問過呢一個咧係馬大話你信這話麼？點解咧喺呢一個時間咧佢話係要問呢個馬大咧你信這話麼？我哋咧就睇下拉撒路復活呢一個神蹟係點樣啦。咁約翰福音嘅作者咧喺拉撒路復活呢個神蹟裏邊咧，係為我哋咧帶出一個咧信心嘅考驗，為我哋上咗信心嘅一課。我哋每一個信徒遇到困難，一定會第一時間向上帝祈禱㗎，一定。希望上帝垂聽，加以幫助。但係，假如嗰個祈禱得唔到回應，個困難仍然存在嘅時候，我哋會唔會發出一啲嘅疑問？上帝有冇聽到我嘅祈禱啊？係唔係我做咗啲乜嘢咧，令到上帝唔開心所以咧上帝唔幫助我啊？又會唔會咧發出一個疑問？主啊，你在哪裏？更甚嘅就係會咧減低對上帝嘅信心，會唔會咁樣啊？其實好多信徒都好明白嘅，就係話當上帝保持緘默嘅時候禱告未蒙應允嘅時候，我哋都知道一定有原因啦，咁冇錯。但係嗰個原因係乜嘢呢？就係我哋唔能夠明白嘅，因為佢哋咧係即係嗰啲嘅原因。如果我哋明白咗之後我哋就唔會發出疑問啦，係嘛？呢啲咧就係信心嘅考驗。信上帝會延遲，但係唔知道嘅原因，就令到我哋嘅信心
係好大嘅困擾啦。喺拉撒路復活呢一件嘅事上邊，我哋初亦都係一樣喎，好難明白點解耶穌咁錫佢哋三姊妹，竟然咧係喺原地停留咗2日，而咧唔去醫治，反為咧淨係講咗話呢一個病咧不至於死，而係上帝咧係會顯出佢個榮耀，同埋佢個仔顯出個榮耀，淨係咁樣講咗咧。原來咧係解經家為我哋解決咗我哋嗰個嘅問題。嗰個解經家咧就係話，上帝延遲唔去醫治有2個嘅原因。第一個原因咧就係話顯出上帝嘅榮耀。剛才都提到，當佢2姊妹打發人去話俾耶穌聽拉撒路病嘅時候，上帝就曾經講過，這病不至於死啊嘛，而係咧為上帝顯出榮耀，叫上帝嘅兒子因此而得榮耀。榮耀呢一個位字嗰個名詞當時喺羅馬社會裏面講羅馬人認為只係有該凱撒大帝先至配得呢個榮耀嘅，但猶太人就唔同喎。猶太人咧就覺得只有我哋嘅耶穌，只有我哋嘅上帝，創天造地嘅上帝，先至係配得呢一個榮耀呢個字。而約翰福音嘅作者咧，更加除咗將呢一個榮耀呢個名字話認為上帝配得之外，更加認為佢嘅兒子耶穌基督都係一樣配得呢一個嘅榮耀㗎。所以咧係喺約翰福音第1章14節嗰度咁話，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榮光咧就係榮耀啦。耶穌基督係好想藉着拉撒路復活呢個事實，加強門徒對佢嗰個嘅信心。所以咧喺15節曾經講過，我沒有在那裏就歡喜，這是為你們的緣故，好叫你們相信。不過耶穌咁講嘅時候咧，當時嗰啲門徒聽咗係莫名其妙㗎，唔知道耶穌嗰個係乜嘢意思。我哋今日都係一樣，時時咧對上帝所講嘅嘢，聖經所講嘅嘢，有時我哋都好唔明白嘅，摸唔着，猜不透，以致咧失去信心。其實耶穌延遲前往醫治，係想眾人睇見佢與父原為一，因為佢求父上帝做乜嘢咧，上帝都會聽佢嘅説話嘅，必定會救治。所以咧，佢就想藉着呢一樣嘢咧，就係咧將呢個榮耀歸俾父神同埋佢嘅兒子耶穌基督嘅。呢個係一個原因。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話，原來嗰2個地方咧係相距離咧好遠，即係話咧拉撒路患病嘅地方，同埋耶穌接到信息嘅佢所在嘅地方咧，兩地係相距離好遠嘅。所以咧即係趕唔切去醫治㗎，即使即刻前往都趕唔切啊！咁因為點解兩地相距咁遠嘅咧？喺約翰福音第10章曾經記載，耶穌咧喺耶路撒冷嘅時候曾經同猶太人一齊咧係討論好多事情㗎。其中有一樣嘅事情討論咧，就係耶穌同猶太人講：我與父原為一。哇！啲猶太人聽見就好嬲啦，話佢咧講得唔應該講嘅嘢，要用石頭打佢。咁耶穌就見到啲猶太人要用石頭打佢就同啲門徒逃走啦。逃走去到邊度就去到約旦河外邊。呢個約旦河咧，就係當時施洗約翰為人施洗嗰個地方。
咁去到嗰度嘅時候咧，佢哋就喺嗰度住咗落嚟。嗱，約旦河咧就係喺東邊，而伯大尼咧就喺西邊，一個東一個西。根據解經家嘅分析啦，佢就話呢兩笪地方啊個距離就係等於我哋喺香港啊沙田馬鞍山同埋屯門之間嗰個距離。我哋喺香港都嚟啊，知道沙田馬鞍山同屯門係幾咁遠，有成60公里。嗰陣時又冇交通工具嘅喎，一定係步行，步行要2日。好啦，報信嘅人用咗2日去見到耶穌。如果耶穌接到消息又即刻去啦，都係要2日。咁前後幾多？4日，已經趕唔切醫治拉撒路啦。咁既然趕唔切啦，多留2日係冇將件事冇做到佢壞喎，冇影響嘅噃，咁所以咧佢就即係停留多2日。何況耶穌嘅停留係有個嘅心意嘅，就係咧叫人知道嗰個榮耀係歸於上帝，同埋咧係歸於佢聖子耶穌基督，令到睇嘅人加添信心。呢個咧就係耶穌咧係抱住呢一個咁樣第2個原因嘅。好啦，我哋明白咗佢呢2個原因之後，耶穌咧停留咗2日啦，佢就對啲門徒話：好啦，我哋而家翻去啦猶太啦，咁即係耶路撒冷嗰邊啦。到啲門徒擔心嘞喎，啲門徒話：又翻去？嗰度咧係猶太人咧用石頭打嘅喎，咁翻去有冇會唔會歷史重演啊？即係想勸耶穌唔好翻去，但耶穌咧就係乘機係教導啲門徒咧係多作主工，趁着白日多作主工。佢話咧白日不是有12小時麼？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於跌倒，因為看見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為佢沒有光。嗱，睇下啲門徒啦，好聽拉比嘅説話，好聽耶穌嘅説話。雖然擔心，但耶穌係執意要翻去啦，咁佢哋都唯有跟住翻去啦。所以咧，多馬就講咗一句嘢，佢話啦：我們也去和他同死吧。可以咧講出咁樣，即係抱住一齊去死啦，咁嘅心咧就陪耶穌翻去嘅。好啦，耶穌啦，翻到伯大尼啦，嗰陣時拉撒路已經下葬咗4日。馬大聽見耶穌嚟嘅時候即刻跑去，見到耶穌咧就喊啦。佢話：主啊，你如果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現在我也知道你無論向上帝求什麼，上帝也必賜給你。耶穌對佢哋話：對阿馬大話，佢話你兄弟必然復活。馬大聽見之後，佢話：我知道末日復活嘅時候，他必復活。要留意啊！馬大嗰個答案就係我哋一般人嘅答案嚟啦。信徒咧好多時咧就係知道有復活，大家都係知道話第日死咗之後咧喺呢個天上邊，到末日嘅時候咧就所有人就復，咁就有復活㗎嘛。呢個就係我哋嘅思想，亦都係馬大嘅思想。但係耶穌要馬大更加認識多一啲，佢就對佢話：佢話咧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麼？凡活着信佢嘅人，必永遠不死。唔一定要等到係第日末日嚟㗎。我哋已經有個復活嘅生命。佢問馬大：你信這話麼？馬大即刻有好深嘅領悟，就回答耶穌話啦：
佢話咧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兒子，就是那要臨到這世界的。馬大呢個答案啊，就係信仰嘅核心，係要我哋信耶穌基督係上帝派嚟嘅兒子，係拯救我哋嘅嗰一位。如果我哋真係同馬大嗰陣時嘅領悟係一樣嘅，真係咁樣信耶穌嘅時候，我哋就對耶穌一定會全心信靠，無論乜嘢嘅環境都唔會動搖我哋嘅信心，唔會因為未曾得到上帝嘅幫助而動搖我哋嘅信心。呢個就係一個耶穌想達到嘅目的。好啦，耶穌做完呢啲之後咧，就去拉撒路嘅墳前，要令到拉撒路復活。咁佢咧就去到嘅時候啦，嗰陣時墓門都已經係開咗啦。咁同埋咧，即係去之前馬大其實咧就係通知咗佢個妹先嘅。瑪利亞一聽見耶穌嚟咧，一樣係咧去到耶穌面前咧，就係一樣同個家姐講嘅嘢。佢話：主啊，如果你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咁瑪利亞又喊啦，一路喺度安慰佢嘅嗰啲好多人又喊啦。喺呢個咁樣嘅氣氛裏邊耶穌個感情都受到感染，耶穌都哭了。係咧，聖經裏邊咧係好著名嘅話，耶穌哭了。咁其他嗰啲人睇見耶穌都喊啦，咁就話真係耶穌對呢幾個兄妹嗰個感情真係深厚啦咁樣。咁好啦，耶穌喺到面前嘅時候咧，咁就見到啦，嗰個墓係有一個大石阻住，佢就吩咐啲人，佢話：叫人將一塊石移開佢啦。馬大又話喎：喂，唔得啊！佢話咧，我兄弟已經死咗4日啦，可能已經係臭晒啦，即係唔好開啦咁。但耶穌又再睇實馬大，對佢講：佢話你有冇諗到過曾經同你講過即係話咧如果你願意，就必定係會得着生命嘅。咁所以咧，就吩咐啦，嗰啲嘅人將個大石移開。當大石移開咗之後，拉撒路咧就當住眾人面向天禱告。佢話：父啊，我感謝你，因為你已經聽我，我也知道你常聽我。但我說這話是為周圍站着的眾人，叫他們信是你差了我來。講咗呢句説話之後咧，就大聲嗌啦：拉撒路出嚟！死咗嘅拉撒路竟然真係出嚟啦，全身仍然係裹住布嘅。咁佢咧就係對住呢位啲人咧，又發一個命令，就話解開，叫佢走。而家拉撒路呢個神蹟就係已經咧係完成咗啦。周圍睇嘅人就係達到耶穌嘅期望，睇見咁樣咧，就好多人都信咗耶穌。咁耶穌咧就係知道呢個嘅拉撒路復活，就達到佢嗰個嘅心意，叫信嘅人咧信佢。不過咧，呢一個歡呼聲就係喺伯大尼啫。嗰個嘅上帝嘅榮耀咧，就係充滿咗呢個伯大尼呢個地方嘅。另外一邊咧，就係有啲人即刻就去通知咗嗰啲嘅法利賽人，話俾佢聽耶穌做咗呢一件咁樣嘅事。咁而咧，法利賽人聽見耶穌令到拉撒路復活呢一件事咧，加強咗佢哋要殺害耶穌嘅心。
我哋喺呢個拉撒路嘅復活呢一件嘅事上邊，我哋咧係睇到有啲乜嘢嘅，除咗話耶穌要知道上帝榮耀同埋佢個仔得榮耀之外，仲有啲乜嘢嘅教訓俾我哋咧？係有幾點嘅啟示俾我哋嘅。第一，要我哋順從上帝嘅意思，因為咧我哋明白上帝嘅言辭並唔係放棄。當時有好多人以為耶穌點解咧係唔即刻去伯大尼咧？梗係因為佢怕猶太人用石頭再掟佢啦。嗱，呢啲都係人嘅諗法，唔係咧係耶穌嘅諗法。我哋習慣咗，都係用我哋自己嘅意思去咧曲解咗上帝嘅意思啦。嗱，呢一個神蹟話俾我哋聽，凡事啊都係要照上帝嘅意思，要放棄我哋自己嗰個主觀啊！我哋要學效耶穌喺客西馬尼園嘅禱告，佢話不要從我嘅意思，要從你嘅意思。上帝嘅安排，我哋係好難明白㗎。所以咧《羅馬書》保羅喺嗰度11章33節到34節都有話，佢話深哉上帝豐富嘅智慧同埋知識，佢嘅判斷何其難尋，佢嘅蹤跡何其難測。喺困難之中，我哋等候上帝嘅幫助，真係好焦慮㗎，真係好心急㗎。拉撒路復活嘅神蹟咧，就話俾我哋聽，唔使咁心焦，唔使咁心急，因為咧上帝嘅計劃延遲咧，就係因為上帝知道邊一個時候去介入先至有效。唔係我哋想佢嗰個時候就有效，係一個適當嘅時候介入，時機成熟啦，咁就有答案啦。所以我哋係真係要學習，凡事要以上帝嘅意思，唔好照我哋嘅意思。第二個教訓咧就係要我哋咧係與哀哭嘅人同哭。嗱，因為伯大尼咧距離耶路撒冷好近。所以咧，啲人聽見拉撒路病重嘅時候咧，好多人都去咗伯大尼，為咗要安慰呢兩姊妹。佢哋嘅愛心係值得我哋學習嘅，因為耶穌曾經講過，無論何人因為門徒嘅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隻小子女一個喝的，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人不得不賞賜。能夠關心別人啊，對自己嘅心靈都有幫助嘅喎。因為咧，我哋唔會將自己嗰個注意力啊，唔會集中喺自己個身上。別人得到自己嘅幫助，開心，我哋自己都會開心㗎。我哋知道而家喺多唔多都有一個機構係專係有一啲個 course 訓練啲人啊，去幫助啲老人家。我哋教會都有姊妹去參加。學習幫助就去幫助，呢一個咧係一個好好嘅愛心。第三點要學習嘅就係我哋要與神同工。當耶穌行到去個墓門嘅時候，嗰個墓前係有塊石擋住。耶穌曾經叫人將塊石移開啦咁。其實耶穌咁大嘅能力。佢可以自己就去到連石頭都可以移開，先至叫拉撒路出嚟啊！但耶穌唔係，耶穌係有個嘅心意喺度。佢就係要訓練啲人能夠與佢同工，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功課嚟嘅。因為耶穌喺生前訓練門徒，都係想喺佢升天之後，呢一班嘅門徒。可以喺世上承擔起佢傳福音嗰種嘅責任，成為佢一個共同行事嘅團隊。所以今日好多教會都係用耶穌基督呢一種嘅模式嚟到去咧係施行一個會務同埋傳揚福音，就係咧
各人有一個共同嘅團隊嘅精神，互相合作，共同侍奉。呢個咧就係基督教最重要嘅精神。第4點嘅教訓咧就係話喺逆境之中，我哋更加要敬愛、信靠上帝。喺逆境裏邊，我哋要更加要信靠上帝。因為咧而家喺一個社會世界裏邊，俄國同埋烏克蘭嘅戰爭仲未停，中東嘅戰事話去講和啦咁。今朝我睇星島嘅新聞啦，就話嗰個和議告吹佢話咧嗰個美國嗰個國務卿咧會拂袖而走啦咁樣。咁以後有啲咩嘅變數，我哋唔知道。仲有咧，因為呢啲嘅戰爭令到石油同埋咧係嗰啲嘅物價飆升，嗰啲即係升斗市民嗰個負擔係好重。咁樣咧就所以咧，我哋喺呢一度咧咁多咁樣嘅困難，我哋點樣咧？我哋相信咧好多信徒，無論喺公土裏邊，抑或喺私土裏邊，都曾經求過上帝賜下和平。但係和平仍然係遲遲都未曾實現。我哋會唔會懷疑上帝點解唔聽禱告？會唔會咧懷疑咧上帝係唔喺呢個嘅環境裏邊任我哋係受呢個苦嘅？抑或我哋係知道耶穌基督係救主，我哋嘅信靠堅信上帝必定係有佢嘅適當嘅時間、適當嘅旨意。喺呢個拉撒路嘅事例、復活嘅事例裏邊，除咗教導我哋唔好動搖對上帝嘅信心之外，更加咧係帶領我哋如何面對生同死嗰個嘅問題。世人面對生死係啦，時時都十分被動嘅，我哋冇辦法控制㗎。有生有死，有困難，但係咧，即係我哋完全都冇辦法由我哋去控制。咁所以咧，嗰陣時耶穌咧真係教咗馬大問你信唔信我？你信這話嗎？同馬大問馬大，其實今日咧都係每一個人，耶穌都係問我哋：你信這話嗎？呢個信這話嗎咧，就係即係話信唔信耶穌真係耶穌，即係上帝派落嚟嘅兒子，拯救世界嘅救主啊！如果我哋真係信嘅話，我哋咧就一定咧係唔會被呢啲嘅困難嚟到去咧牽動。因為我哋世人對啲災難冇辦法控制㗎，好似大埔嗰個嘅宏福苑個火災咁，忽然間就嚟到啦。呢個咁大嘅災難點去控制？冇辦法係由我哋控制。面對生老病死咁樣咁被動咁我哋咧係點樣去處理咧？有人就係可以信靠耶穌，喺從耶穌基督嘅身教同埋個言教當中得到嘅指引，又從聖經嘅教訓裏邊咧係得到安慰，從聖靈嘅臨在當中得着盼望。我哋每個人都希望活得平安活得開心，活得長久，活得有意義，活得合乎上帝嘅心意。但係災難一旦發生嘅時候，我哋係點去面對咧？咁我哋今年啲多倫多都發生咗校園嘅槍擊案，一家人幾開心完全都有小朋友好開心喺屋企，一家人齊齊整整。但係返學之後個校園槍擊案就有小朋友夜晚返唔到屋企，有好多咧就係忽然間係發生嘅。咁我哋又有一個
突發嘅事件咧，就係記得有一個在職嘅主婦去超級市場買嘢，就喺商場嘅時候遇到啲冇類別嘅襲擊而身亡。嗱咁樣咧，就呢啲咁樣嘅突發事件，忽然間就嚟到。我哋一家人咧就齊齊整整啊咁，忽然間少咗個。如果我哋話我哋好開心可以周圍去旅行，但咧最近咧都知道係有人去旅行係染上一啲患疾令到咧即係發出咧代禱信叫人哋係同佢代禱，好危險。即忽然間係咁樣嘅染上嘅疾病啦，咁點咧咁？我哋咧知道係有人係悲觀失望，但係遇到啲突發嘅事件係有人緊靠基督。我哋都知道天不常難，遇到困境點樣嘅自處咧，就係我哋嘅信心考驗。咁正話講過嗰個在職嘅主婦忽然間遇襲身亡，有個記者訪問佢個家人：你點樣去生活啊？佢嗰兩個女點答咧？佢話：我哋如常生活我要好地記住我媽媽生平嗰種嘅各種嘅優點，我哋要學習。另外，我喺香港識到有一個好虔誠嘅基督徒，好有為嘅校長。可惜咧，佢好後生就染上疾病，救翻死咗，留低咧佢嗰個年輕嘅妻子，同埋一個好年幼嘅女兒。佢個妻子咧就緊靠基督，遇上同個女兒咧照樣生活。但係好可惜嘅，就係5年之後呢一個女兒竟然又係染上疾病，又死咗。我哋聽見咧就戥佢難過，但係呢一位嘅女士咧，佢又係好堅靠基督，緊靠基督。佢喺作咗一本書，嗰本書咧就係生死兩相安。喺個本書裏邊咧就寫出佢嘅心聲。佢點講咧？佢話：不幸嘅發生，我無法改變同埋控制。但係痛苦可以，痛仍是痛，但可以活得少痛一啲；苦仍是苦，但可以選擇沒有活得那麼苦，甚至善用痛苦輔助其他陷入痛苦嘅人，令痛苦變得有價值，變得有意義。佢呢種嘅精神好令我哋咧係敬佩，因為佢哋面對生同死有着超然嘅態度，因為佢緊靠基督嘅救恩，沒有忘記生命嘅意義，所以能夠過着得勝嘅生活。我哋一同祈禱，創造萬物，賜人生命氣息，拯救世人靈魂嘅父上帝，喺呢個戰亂不安、人心煩擾嘅世代裏邊，求父賜下平安，賜下盼望，好叫我哋能得着智慧、勇氣、公義同別人相處，將基督嘅愛同盼望話俾別人聽，緊隨基督嘅教導，過得勝嘅生活。奉主名求，阿門。
哋誠摯歡迎今日參加崇拜嘅新朋友及主內肢體，願基督教喜樂堂成為你屬靈的家。本主日承蒙曹王超玉姊妹應允擔任嘉賓講員，與我哋分享聖道。我哋恭敬拱表示聖旨。主日崇拜嘅事奉表亦都刊登喺內頁，請各位經子準時出席。仲有下一次崇拜嘅嘉賓講員嘅簡介亦都刊登喺內頁。希望各位兄子參考牧師為我哋準備嘅聖經。補充報告先。首先咧，我哋喺呢度咧特別嘅咧歡迎我哋有兩位朋友喺我哋當中，係Terence 同埋 Dora， 請你哋企起身嚇。我哋今日應該係第一次嚟到我哋當中嚟參加崇拜，現場咧亦都帶領佢哋，咁咧就係亦都歡迎佢哋咧係多啲嚟我哋當中。頭先咧，你哋會聽到咧嗰個下個禮拜嘅牧師咧係叫做葉志強牧師。咁咧就你睇個簡介裏邊咧，佢退休㗎，退休係非常好嘅，可以多啲嚟我哋禮拜堂啊。咁咧就我哋當中有一啲人咧都係參加佢哋嗰個我哋叫樂齡團契啊，金齡金齡，咁嚟到呢一度咧，又叫做喜樂齡啊。OK， 金齡團契係喺Richmond 上面嘅。咁咧下個禮拜咧係會請到佢哋我哋當中。好啦，上次喺呼召嘅時候，我哋睇到咁嗰啲小朋友，咁喺上邊即係上次呼召嘅時候，我哋見到小朋友喺上邊度表演，喺受呼召嘅時候，佢哋頭前佢哋做咗咁多音樂嗰啲 program 咁樣做。呢啲小朋友咧係我哋係 create 一個崇拜嘅音樂嘅 group 叫做 Joy Church Chamber Group Chamber Ensemble。我哋希望咧就可以由呢個 program 咧去帶領小朋友嚟到禮拜堂做崇拜，參加啲活動咁樣。佢哋上一次喺呼召就係受呼召嘅係第一次咁樣以呢個團體嚟做。咁我哋跟住呢個禮拜六啦，我哋就係我哋天恩藝術家團體同埋禮拜堂支持嘅呢個 Chamber Group 啦，我哋一齊去到係喺因為嗰個華人信義會嗰度有一個籌款嘅音樂會，我哋喺嗰度係為烏克蘭嘅受苦嘅兒童，佢哋係有一個組織，我哋幫佢哋籌款咁咯。我哋做一個音樂會喺呢度，就係主要啲節目啦，都係用我哋天恩團契啲小朋友呢個 group 嚟做，就希望大家可以在禮拜六嘅時候嚟呢個音樂會嚟支持下啲小朋友，嚟見下咁啊。今日都見到咁就係今日做 freedom 嘅嗰個就係都係 Alicia 都係仲係都係呢個團體，我哋希望佢哋都可以有多啲時間參加呢啲活動。咁禮拜六嗰啲活動我哋有個 poster 喺度，咁我哋盡得幫可以 forward 俾大家喺嗰個WhatsApp 嗰個 group 嘅，係呢個。
先咧係見到咧係阿安利咧，我哋通常咧就係叫做白手套，佢就唔係，佢係白手指。咁啊，因為咧佢今日咧嚟做義工嘅時候咧，係俾嗰張台嘅一個鐵嘅界度啊，咁咧要為佢早日康復，唔好再白色。就為佢禱告下，我哋一齊嘅起立，我哋同唱3-1。因為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與我哋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請坐。